每日早晨，好多人都會嚟一杯咖啡，唔單止喚醒全新嘅細胞，亦都象徵住新一日嘅開始。而呢啲有住唔同風味、唔同魅力嘅咖啡，又係嚟自何方呢？而澳門葡式風味又可以用一個點樣嘅形容詞嚟形容呢？澳門咖啡烘焙老師傅梁森先生，40年前從學徒出身，學習烘焙咖啡豆同埋拼配紅茶，40年如一日。佢一步一步從學徒到咖啡豆烘焙成為專家。梁森先生喺港澳台同埋大灣區，甚至乎亞洲同埋行內，絕對係享負盛名。佢無私將自己嘅手藝傳承俾只要對咖啡烘焙有興趣嘅人，而且毫不吝嗇普及同埋推廣澳門葡式風味咖啡，堅守咖啡匠心嘅精神。咖啡咧，係我哋東方嚟嘅咧，澳門係最有發源期㗎啦。從咖啡文化到咖啡品味，都要俾成個東方嚟講，係好有呢方面嘅資質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以400年前左右，400年左右，葡國人已經將咖啡文化帶入澳門㗎啦。嗰陣時咧，成個東方肯定未有嘅，未有人飲咖啡，亦都未人識飲咖啡。葡萄牙人咧就已經將咖啡文化帶入嚟啦。咁咧，一個葡式咖啡咧，應該講響世界上一個葡萄牙嘅咖啡同埋意大利嘅咖啡係同等咁嘅級別嘅。係同樣嘅好味，乜嘢都係相同嘅，而且葡萄牙飲咖啡嘅比例咧唔少過意大利人嘅。但係點解會意大利咖啡喺世界上就咁出名咧？咁其實意大利咧就將佢商業化嘅啫，葡萄牙人咧就係識得佢嗰啲，凡係有咖啡生產國咧，都係佢嘅殖民地，好多都係佢嘅殖民地，所以佢就採購啲咖啡翻嚟，就做貿易性質。要杯好嘅咖啡一定要好嘅原材料，好嘅原材料咧，我哋亞洲都有，譬如曼特寧啦，非洲又有，譬如耶加雪菲啦，嗰個肯亞 A 啦，南美洲最多啦，係咪？南美洲咩哥倫比亞、巴西啊嗰啲都好多靚咖啡，一定要有嗰類嘅咖啡組合起身嚟，先可以出到一杯靚嘅咖啡嘅。我強調嘅係原材料先。全世界好嘅咖啡，澳門都買得到，因為佢自由貿易區，所以咧我哋買嗰啲靚嘅材料咧係好容易，而且比人哋有優勢。一個香港、澳門都係啦，咁咧就所以咧做出嚟嘅產品咧要比人哋好。葡國咖啡嘅特色咧就係、因為我係做咗40幾年啦，未回歸之前都做㗎啦，而家25週年，回歸咗25週年啦，未回歸之前我哋澳督府咧，即係澳督府即係葡萄牙人統治嗰陣時。咁啊，嗰啲咖啡都係我哋供入去嘅，我都係經我烘焙之後提供俾佢哋飲嘅，佢哋都好接受嘅。所以咧，我嘅咖啡嘅特色咧就香濃，響喉嚨留嘅時間好長，有一杯好濃郁俾人哋飲落去為之一振嘅咁樣嘅感覺嘅咖啡，咁先係好咖啡。